啉吼的手段，所以得爱看一段时间，吼，也是礼仪公司伊要联络，嘛拢爱搁一两点钟。咱想看觅耶稣对于是位价顶甲厝落来时，搁3点钟就袂当搁摸尸体。所以耶稣学生，遮个妇女嘛真紧急，加在有一个名叫做约瑟，伊是社会有地位的人，伊提供因兜无用过的坟墓。来，互耶稣的身尸会当下入去，所以有可能咧处理的过程毋是真完整，毋是真好势，所以礼拜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过安息日啦。遮个妇女带着香料，想讲要搁甲耶稣的身尸，搁甲伊处理搁较好势，可能是安尼。那亲像有人讲瞻仰仪容的时候，我袂记你抹粉。了后，可要迄个时，搁甲瞻仰仪容时，搁甲伊抹好，有可能是要搁用香料来割抹耶稣的身尸。但是看到即个梦照，梦照已经割开去啊！即个割开就是用石头用割的。那即若要甲割开，应该是要用杠杆原理，一支锤安尼甲伊用开，因为迄梦照是足大足重的。中东的方式甲咱较无啥共款，咱是待伫涂骹底，因是待伫迄墓坑，就是讲有山坪，也是山壁的所在，挖一个坑甲身尸甲带入去。有两个人徛伫身躯边，以上发光，妇女惊吓，将面甲拍落涂骹，然后有两个人对因讲：为虾米伫死人的中间要找活人呢？第5节有甲咱讲，伊安那？第50讲讲，伊已经安那，伊已经无伫遮，伊已经割活。这就是咱今仔日咱的确信，伊无伫遮，伊已经割活。兄弟姊妹，耶稣的生业捌互3个人对死割活。第一个是会堂雅乐的查某囝，伊有割活；第二个是那因城寡妇的囝，伊有割活。虽然已经4几点钟还袂摆做，耶稣嘛互伊割活。第3个就是传奇经典，传奇经典就是4天啊，还佫法度对坟墓甲伊行出来，迄人叫做纳撒路，拉萨路。而且圣经讲，耶稣4、3天3、4日拢有味有味佫有法度为内底行出来，这实在是。真，互咱通学想象的信仰，只有耶稣做会到。如果耶稣来当互这3个人对死个话，伊敢无法度对死伫价顶落来？总是咱知影，互伊的权柄是咱的天父，咱的主。耶稣有互人割活的权柄甲能力，咱毋免怀疑。信耶稣毋是讲咱毋免面对死亡，是咱有望来面对死亡。而且咱伫世间无任何的牵绊，没有任何的牵绊。咱袂亲像讲人过身去伊有3魂7魄，伊有3个魂所以有墓碑一个厝里的新主牌佫一个一个毋知伫对反正就是你若要出山要出殡要出葬行即条路爱对迄条路转来，因为行迄个魂对你转来，所以爱说互伊迷路。咱无即种的想法看法。咱无即种的神学教导，咱相信人会死。这3位最后因嘛死。虽然想看觅伫死亡的内面，耶稣拯救因，迄要互因伫咧生命中间，互因生命中来经验耶稣，来拄着耶稣。所以呢，生命互改变，搁再大的改变就是迄个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伊后来诚做传福音的保罗。保罗捌讲保罗为着耶稣的福音最后顺的。耶稣伫即约翰福音讲的耶稣的话讲割活在伫我，性命在伫我。信我人虽然死，也要割活，但是我会来信的人永远袂死。但是我会来信的人，咱永袂死，因为咱有拄着咱有得到即个割活。望甲确实，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耶稣的人，咱甲一般的人无相反，就是
咱的性命会得到永袂死，哦，永袂取代迄个水泉，啊，亲像迄个活水一样。所以咱会搁甲耶稣同过啊，甲正圣道同伫一个所在，迄是属天的国度，属基督的园地，属永生袂死的乐园，是耶稣过来，哦，是要互咱得到的永生。搁较重要的是咱的生命中间，耶稣已经有赐了圣神，已经有赐了圣神，已经有赐下圣灵。像这个圣神超越时间、空间，有圣神的同在，咱就会当经历耶稣。所以耶稣基督过我40日，耶稣升天；50日，圣神降临。所以咱每一届咱礼拜煞一定是奉爸、圣爸、圣子甲圣神，因为这是三位一体。下面甲大家做参加分享，圣神伫咱的心中有建立迄个过我的确信，这是办理挂彩经会来复刻版巴勒斯坦犹太地的坟墓，咱有看到一个木石，迄个迄个就是木石，然后正方形迄个门，迄个门就是要入去的木坑，墓穴的出入口、出入口。这是挂彩经会用复刻版，底下还佫有几张挂彩镜，迄是树啊，咱讲挂彩，咱通常甲伊看做是菜，结果伊是树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集中营内面，足侪人受到真侪的苦头，特别是犹太人，因为因过着比死佫较痛苦的日子，活咧比死佫较痛苦的日子。这是啥物种的情景？这奥地利的心理学家法兰克，伊当时嘛伫内面受到纳粹的迫害，伫集中营内面受真侪苦。德国的军人甲伊刑罚，甲伊问，伊受到真大的痛苦，伊就对即个甲伊刑罚的军人甲伊讲：虽然你互我肉体痛苦，甲我刑罚。互我伫窑窑中间来做苦工，但是你无法度控制我内心的选择。我今日我若要忧伤，我若要欢喜，我若要快乐，我若要绝望，还是要望，我是要正面还是负面，我是要积极还是消极？你德国政府甲军队拢无法度控制，也没有办法支配我心内的选择。所以人伫绝望的中间，咱会想讲有侪遮会苦痛。即个法兰克，即个心理学家，伊是真集中营的是讲，咱的心无受到即个世上的搅扰，包括伊伫集中营内面，伊讲我的心袂受恁的控制甲支配。当人伫绝望的中间，咱会呼求主啊，你有真正关心我吗？上帝啊，你有咧听吗？你伫倒位？当世间人找无望的时阵，有人会开始找神，去问神、找神。咱基督徒是找上帝、找咱的主。咱有当时会问讲：主啊，你有听我吗？即亲像耶稣咧问彼得讲：你有听我吗？咱会反过来问耶稣说：耶稣，你爱我吗？耶稣你在哪里？耶稣你伫倒位？是，咱无法度撇开这个命运，咱嘛无法度左右这个命运。但是咱当选择，咱的心无互这个世上拄着任何事的搅扰。这个圣神互咱充满望的这个快乐。罗马书15章13节，就是迄个保罗先生讲的，讲万事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望，才会得到同样的欢喜甲平安。这是靠着这个赐望的上帝，互咱有这个信心，来这个圣神的开了大望。所以咱是无靠家己，只有靠死人对叫死人过活的神。做了大概36岁，互耶稣基督调的，
伊要去迫害基督徒的路上，伫遐来拄着迄个光照伊，伊迄个光发出声讲：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扫罗是甲基督徒绑起来，然后甲因刑罚，讲你的同党在哪里？哦，伊专门咧掠基督徒。所以咱想看嘛，伊讲我心内嘛断定要死的，但是叫咱无靠家己，只有靠叫世人过我的主的神。兄弟姊妹，哥林多后书第1章写着。保罗先生受着真侪的苦，伫遐拄着真侪重担。总是伊讲无靠着无靠着啥物，只有靠叫世人过我的神。保罗先生伫头路因受着真侪的苦，伊伫亚细亚，就是以弗所的所在伊甲群众起真大的就是争论吼，因为遐有一个军将咧拍偶像的，用棍仔咧拍偶像的一个银匠吼，一个师傅。因为保罗讲，咱拢毋免信这，这拢是世间的神，咱爱信这永远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真侪人去信耶稣了，我还伊讲，我无生理通做，要安怎？因只有讲哦，原来是这叫做保罗的人伫遐咧使弄百姓，吼。所以伊用原本伫即个剧场，就是即个罗马竞技场的内面，大家伫遐后要掠保罗，但是保罗边仔人叫伊莫去，然后甲伊护送，互伊会当离开迄个所在。如果保罗迄当时若互掠着伫个竞技场内面，甲狮仔也是甲遮野兽对决，可能保罗早着向拆食着腹。所以伊心内嘛断定应该是死的。伊想讲，我伫遐拄着真大的苦难，拢袂当赢过，连活命拢绝望啊！所以心内嘛感觉讲我差不多要无命。对以弗所了后，伊就去上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就即个灾难，即个劫数就走袂去啊！因为足侪对外地转来的犹太人讲，即个就是当时伫外地。西人百姓讲什么耶稣迄种的信仰的人，所以保罗伫耶路撒冷圣殿要去过节时，就去用掠起来。所以愿主帮助咱所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就像保罗伊拄着过我的耶稣，保罗毋是拄着迄个死的耶稣，是拄着过我的耶稣。咱相信过我的主一定伫咱的心中赢过世上所有的一切。所以咱看约翰一书4章第40讲，少年朋友，恁是属上帝，佮已经赢过假先知，因为踮伫恁内面的圣神，比踮伫世间人内面的神比较佮较大。照讲少年朋友。你自认为你是年轻朋友了，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只有我举手。咱真侪其实咱有真侪少年人吼。对我来看，你拢要个少年。而且伊勉励讲，你比世上一切更较大，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都还要强大。所以，各位耶稣若无住伫你的内面。你就无得到比世间更较大的快乐，所以咱毋通看耶稣享受世间人的信心，因为这是伫咱的心中比世上一切更较大。咱徛伫真理正做迄个光，英国的女王，伊专门坐迄个游艇，他专门坐的那个游艇是非常的高级。有一届当女王，伊去地中海访问，要转去英国的海中，伫真暗。即个暗暝，暗时，即个船长伊拢会拍信号嘛。伊讲，伫即个真暗的即个暗暝即船长真认真咧开船，当然开船的毋是伊啦，也有即个大副、二副即个啥物轮机长啥物货。这个船长即个全神贯注
吼咧驶即个游艇，足大台的游艇吼，因为女王坐伫顶面，会当假笑袂使，吼，爱战战兢兢。忽然间一个大光伫头前照来，船长就讲，甲释一下信号，请对方是甚物船，表明来意。阮是大不列颠，吼，英国的大船，请你改变方向。对方就拍信号来啊，真歹势，阮无法度改变方向，请你改变方向，请你调整方向。这愈来愈近，我要弄掉要安怎？啊，这个船长讲，哇，这个是什物船啊？安尼吼，阮甲你拍信号讲，阮是英国女王的船，你竟然叫阮转向。哦，伊就真火冒三丈，就讲船长佮叫迄个吼拍信号去。阮是大英帝国女王的大船，如果你若无佮转向，阮就要开炮啊！我们就要开炮了。了，对方就回答讲：阮是数百年来的徛伫遮，坚守岗位，什么货？灯塔，我们绝不改变方向。哦，你弄到后果自行负责。所以游艇的船长最后嘛是改变方向。如果船啊是弄灯塔的安那，船就会灭亡。你阁是大英帝国的女王嘛相款。所以咱诚做世间人的光。如果咱会徛伫真理，诚做迄个光，徛在无动摇，连女王、总统、首相拢爱让你3分啊，拢爱让你3分。各我的主耶稣，甲咱同在，咱想看觅啊，咱奉主的名，互你徛牢，互你建立徛伫属伫耶稣迄个悬的所在。所以有一条歌叫做《较高的地方，更高处》。哦，我心我力啊，令我站，吼，站在一个高点，就是讲咱有耶稣，互咱搁徛伫迄个较悬的所在。通了解世间咱拄着的事，愿主甲咱同在，超过世上的平安，甲你同在直到永远。第三，咱想着讲，信主的人，因为搁我得到喜乐的性命。我真爱看即间教会，因为常常因礼拜拢有图像伫咧因的网站的顶面。读圣经爱徛起来呢。你看迄规排拢少年人，都是年轻人，而且肩并肩坐着，没有空位。咱想看把你边仔偌济空位，因是今仔日，今仔日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第6节，因是徛起来，大家做伙读，无 PPT， 无 PPT 互你看，你爸无咧人咧头咧伫遐咧迄个，你看因啥物货？他们在看什么？手机，这就是真正搁一个新的世代，世代。所以无说，等下爱检查，等下爱检查少年人，你有没有下载圣经软体 APP？ 是安尼。了因嘛有迄个纸本的吼，迄就是因一个 team 内面秀出你的圣经，按着甲伊翕相，迄伫网站的顶面。这就是阮即个小小的即个少年团体，阮有家己拢有圣经哦，阮嘛是有这手头的圣经哦，毋是干那手机啊那定。我真爱甲少年人做伙，希望讲咱的少年人伫喜乐的内面，得到喜乐的性命，来自你看圣经、读圣经。所以对教会少年人，你嘛因为你读圣经圣神，甲你的感动有一日你会当甲我讲，也是甲咱迄中一讲，我读着圣经，互我有真大的感动。耶稣受咱33岁带约啦。我想讲，在座的少年人，其实你甲耶稣差不多迄个年岁。耶稣33岁的时阵，已经互钉伫十字架顶。你27岁、26岁、35岁、38岁，其实拢甲耶稣差不多。我已经50几岁啊，我已经跳脱耶稣的年纪啊。耶稣最后差不多约33岁死。耶稣的学生大概嘛大伊无几岁，也是减伊无几岁。愿上帝帮助咱做伙伸手，咱的双手。你边仔若有少年人40岁，你甲伊讲，愿你有耶稣的款式，
愿你有耶稣基督的款式，因为咱拢毋敢，拢毋敢伸手，因为咱拢无，咱应该有是有读圣经较对。好，咱做伙甲边仔的人吼，顶面特别是三楼的所在，你将你的双手伸出来，甲边仔40岁以下的人甲伊讲，你有耶稣基督的款式。哦，感谢主，哦，你已经得到弟兄姐妹给你的祝福，在比你较年长的人甲你祝福。这就是咱的礼拜，咱毋是敢若坐咧礼拜，坐咧咱拄久困去。吼，愿主帮助咱，互咱持续到最后拢无放弃。因为这个法兰克博士伊伫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迫害下面，伊阵啊大概有600万的犹太人死伫一中央。虽然伊是奥地利，伊嘛是犹太血统的人，伊讲，这个生存的关键伫倒位？就是心内无放弃希望的人，因的身躯、因的心灵拢变得足脆弱的是，但是只有持续到最后无放弃希望的人，才有活落来的机会。所以鼓励兄弟姊妹，咱遐绝望的朋友，互因有抱着希望。所以当初时看到遮真侪人互足残忍，的对待。哦，伊感觉讲伊还阁有一寡健康的身躯甲身体，因为伊是心理学家嘛，吼，所以安尼生存来，甲其他人鼓励。伊讲爱抱着生命意义价值甲愿望的人，你才有法度坚持甲吞忍迄种的生命力，伫纳粹的一中央，嘛会法度生存落去。所以爱持续到最后拢无放弃。实际个是咱永远的愿望。世界是咱永远的仰望，金钱毋是，地位名誉嘛毋是咱一生的仰望。世间的日子其实足亲像云彩一样，荣华富贵有可能是一场梦，无法度成做咱一生最后的愿望。咱只有将咱的眼神注目伫永远照伫咱心中的迄个世界。就算讲伊是非常的世纪。当然，伊拢是伫上界悬的所在。咱有耶稣的样式，耶稣诚做人的样式，伊捌邀个，伊要传道理的时，伫旷野禁食，伊捌孤单，因为常常离开人群，离开本道，去到偏僻的所在祈祷，甚至到山顶。耶稣嘛，耶稣即个小小的群体嘛，可能无啥物所费。管理钱的是即个犹大，犹大知影最后用30以色列钱，怎啊甲耶稣出卖去？耶稣有可能困伫山野旷野，因为即个伊讲狐狸还佫有空通味啦，鸟仔有嗅啊，人子连要困的枕头都无啊。所以耶稣甲咱共款，诚做人，经历咱所经历的一切，嘛诚做咱的救赎。伊用顶的是价顶。用伊家己的身躯流伊的血，互挂伫十字架顶。上帝透过伊的所想赐予咱的耶稣基督来赐予咱新的生命。因为十字架顶的愿望，咱伫生命中间黑暗变做光，除去一切黑暗，互咱诚做即个亮光。彼得前书2章9节甲咱讲，咱是互竞选的种类啊，咱是即个族类啊。咱有即个尊君的祭司，咱是像君王的即个尊贵的即个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恁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迄个美德。愿上帝帮助咱，虽然咱是犯罪的人、不义的人，但是咱是应该要有上帝气杀的人，但是咱有仰望。咱有仰望这十字架，仰望救恩救赎，互咱有新的身份。圣诗131首，人若拄着有本相比，即首歌的作词者是一个女的，伊是浸信会信徒，嘛是身躯有一寡无方便的人士。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无方便，伊就无读圣经，伊搁较温困读圣经，来写出伊心内的灵感。当伊摕到耶稣的名，讲
这是无啥物会当来捆绑我。伊讲你拄着身体艰难的情形，你搁安尼积极。伊讲我有一个亏食，私人的亏食。我只要我靠耶稣的名，虽然环境有时会互我真忧虑，搁安那丧志、忧伤、痛悔，因为伊身躯有一寡会无方便的所在。但是伊若讲着耶稣的名，无有啥物会当甲我捆绑，我袂互遮的困扰环境的事来拍倒。所以伊甲救主真好的关系，真特殊的关系。伊写了这个赞美诗吼，写了这个赞美诗，人若拄着忧闷上帝，圣诗131首。这条歌，互咱甲耶稣基督相款，听到伊的名吼，互咱拄着忧闷上帝的时，拄着耶稣来得到搁较无相款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有对死过我。主，你无用人的望、人的眼光对视界定了。你入坟墓，你断开入坟墓，到安息日入坟墓内面，到7日的头一日，就是我每一日主日来到礼拜堂，来到教会，来到圣殿，调祭你、敬拜你。我就是用这日来纪念主你过我，守这个礼拜，诚做新约的人，旧约的。人还阁咧守安息日，总是新约的人，伫你的保护所设立的约，伫主你过我的日，每一个礼拜主日，阮来到主你的名所设立的都行教会。无论阮是有年岁人，也是阮是中年人，也是阮是年轻的少年人，阮拢爱读主你的话，学你的样式。确信主你过我，你有将圣神赐了世间。这个圣神伫阮的心中，这个圣神是主你互阮的保惠师，是阮的安慰师，嘛是阮的鼓励者。愿主施恩，愿过我的耶稣基督踮伫每一个人的内面。愿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起立，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15首，是为纪念耶稣受钉死。请坐，下面请林佩昭执事甲黄明典执事担任今日的书献。
下面主日学悄悄地献诗，耶稣听我知明。
下面报告大声，请咱兄弟先并开周报第3页，咱来读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弟煞只对我读2遍。周报第3页，本周金句。伊无伫遮，伊已经国外，恁就会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路加福音24章5至6节，请。伊无伫遮，伊已经国外，恁就会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路加福音24章5至6节，搁一解。伊无伫遮，伊已经国外，恁就会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路加福音24章5至6节。本周厝的表甲礼拜事奉表刊登伫周报第3页。请咱有担任事工的兄弟伫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是国外节，咱主要目的就是纪念主耶稣对国外较赢死亡的款式，互咱有永怀愿望甲新的生命。第2点，咱主日礼拜后，伫教会有举办复活节彩节福音的事工。咱伫礼拜结束上午11点10分，伫1楼副堂集合，祈祷了后，同齐出发。咱福音行动了后有分享会，还佫有准备便当。本会消息跳接对第5点，第2季是第4至第6个月的圣工分担表已经印好。咱线顶礼拜的兄弟嘛会使到教会来领取，嘛会使关怀小组长摕这个电子档。第6点，有登记新眼光的兄弟会当对办公室来领取。咱跳接对第8点，后一个主日礼拜是举行4月份的受请的庆生，名单刊登伫周报面顶，总共有5张楼顶的，请主办为此会指示来更正。咱直接补充另外1点，就是今日下晡7点，咱伫2楼礼拜堂有要举办这个韩国短宣会的这个说明会。这是咱本会第1届针对这个韩国短宣会的说明吼。咱有兴趣参加有兴趣了解的兄弟，会使留落来伫下晡1点要来举行这个说明会。周报第5点，团契消息第1点，主日后今日礼拜后伫1楼有义卖，天心罗曼1包50块，咱卖出的所得全数奉献予主日后。咱跳接对第7点，上年团契第1点，4月15日伫东港教会姊妹教会咱上年团契有举办这个灵修会，费用是如周报所顶数额人的数额是限制伫40名，报名的时间甲本主日截止，请咱有意愿有兴趣报名的兄弟，赖秀贤姐妹伫今日进前来甲报名，缴纳费用。第2点，4月21至22，中华商年部嘛有举办春季灵修旅游。第8，圣歌队第1点，因4月19日有要伫武丰教会举办合唱研习营，咱本会圣歌队有要报名参加。总共若有其他有兴趣的兄弟，嘛会使对曾丽勋姊妹来报名。报名时间甲4月12日截止。
咱周报第6页第1点，咱非常恭喜赵令子牧师吼，伊伫4月11日上午10点，伫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吼，有要来举办这个赵令子20年磨一剑摄影金牌作品展。当日非常欢迎咱回来兄弟来参加。展出的时间是如周报所刊登的。咱因为现场参观的人会介济吼，咱后尾前往去观赏的，兄弟爱特别注意迄个小馆的时间。咱其他的事项拢刊登伫周报内面吼。特别是这个奉献的报告是刊登伫周报下骹的第6面，阵中楼顶、屋顶的部分，咱请兄弟阮财务部长来反映。下面所其他咱具体关怀甲会友动态的讯息，咱邀请陈牧师为咱来带导。咱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无？无吼，咱三个来祈祷。咱为着家己等下当参与，搁偌济采节活动来祈祷，嘛为着参加的人来祈祷，同心来祈祷。来，当做出声来祈祷，今是主耶稣过活的日，互咱甲主伫咱的圣殿、咱的礼拜堂来经历主伊对死过活。主有出坟墓，搁再起，将伊过活的愿望来享受咱。天父，我主感谢你，今日是主过活日，我看到小朋友伫你的殿院来献乐，互因知耶稣听因，因当清楚知，嘛清楚知耶稣真做因生命中真好的导师甲帮衬，嘛互耶稣真做我每一个人的拯救。因为主你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对死过活。主你有伫坟墓内面，你有亲像人一样，就是主你超越人，就是你对死过活。迄个空的坟墓，就是阮相信甲得救的记号。愿主帮助阮，阮今仔日伫礼拜煞，阮会当陪伴阮家己来行入即个社区，求上帝帮助。阮嘛何等的好运，有第选的宴会来甲阮邀请。阮对大学生、对同工、对兄弟，阮若想要了解第一点，阮就伫即个所在来做一个说明，互兄弟更较清楚即个活动。每一年的暑假拢有举办，就算讲今年无法度，也是无要有准备心，嘛欢迎邀请你来听。想要了解，但是我无想要报名，嘛欢迎你来了解。以及我有想要报名，阁想要了解，安尼阁较好。上帝你已经深深呼召伊，愿上帝你的感动，互阮亲像保罗先生，阁较好，就是讲阮会当伫阮的性命，会当甲人接触，诚做传福音。今仔日我嘛是何等的福分，会当甲社会人有接触，互阮用一个鸟蛋。小小的礼物，小小的金句，甲伊讲耶稣基督过活真实的故事，叫上帝帮助。宣教师因怎样离开因的舒适圈，离开因的本国、本土、本族，伫160多年前来到台湾，用台语传福音，用本土的语言传福音，对英国英语系统的国家。怎样用台湾话来传福音？互阮诚做一个真好的信师甲信札。阮是毋是用无共款的语言，甲人传过福音？今仔日阮是用共款的语言，甲共款国家的人，共款住伫台中市文庄里所在的兄弟，求上帝帮助阮，是毋是阮来把握这个机会，甲耶稣基督过活的信息，甲伊传出，帮助阮。
阮今仔日下礼拜拢诚做芳芳的最后祝你欢喜，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行平安礼。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请咱兄弟做伙来吟歌辨诗，刷接车牧师为咱来祝祷，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平安的上帝，互咱一尽正善，佮愿恁伫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愿主耶稣基督殿被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只是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做默祷，伫殿乐结束了后，咱兄弟较离开圣殿。咱等下会伫遮有一个咱要处罚前的说明会吼，咱去上厕所了吼，
赶紧去倒来食，吼，若要去街路菜街的吼。